中华宫庙八道伫全台湾排前5名，有丰富的信仰文化，也发展出多元艺术创作。中华县的美术馆呢推出宫庙艺术展，规划3大展区，有艺术家的创作，也有这宫庙文物展览，甚至有结合 AI 的互动游戏，要互民众体验台湾精彩的宫庙艺术。诚心用双手拜拜，祈求好运的天顶到处见到。中华县立美术馆同日举办宫庙艺术展览，其中一区就是互动体验，结合 AI 的游戏，大人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头一摆看到这科技的物件，感觉真好啊！即马要祈愿吼，唔免过去庙寺啊，淡遮就会使啊。挺好，不仅学到了那个庙里的神明有神，还看到了许多画。这届的宫庙艺术展览规划3个展区。除了互动式的体验，也展出侪艺术家的作品，有雕刻大师朱明、人间国宝是定用的立体作品，阁有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修平参知名画家周天良的创作。庙寺的题材是咱台湾的真重要的迄个东方美学啦东方的美学。因为鹿港是我最爱的所在，我爱画古迹啊。古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鹿港啊。希望借着传统跟当代的对话，能够让大家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。中华县立美术馆表示，这摆展览有传统也有创新，嘛向北公立美术馆、博物馆借展藏品，希望透过台湾的展览作品，让民众看到台湾的宫庙美学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